上集就講到下陰分泌物嘅異常咧，好多時都係由濕邪引起嘅，而濕邪嘅產生咧就同脾胃功能關係好密切嘅喎。咁究竟乜嘢原因會令到你脾胃功能變差啊？一定係同我哋平時飲食有關啦，中意食甜嘢、凍嘢、生冷嘢，或者三餐都食無定時，暴飲暴食，中意打邊爐啊，食啲濃味嘅食物。所以如果我哋想妹妹健康啲咧，戒口亦都好重要噶。當然平時亦都可以積極啲做運動，增強免疫力。平時我哋都要注意唔好揀啲太緊嘅下身裝束，外褲咧亦都要注意清洗乾淨。晾嘅時候咧，確保佢係要完全乾透，最好咧就係俾太陽暴曬過先至再收翻埋。另一樣都好緊要嘅，就係當你未好翻嘅時候咧，就唔好曳曳住啦，避免咧就會有交叉感染嘅情況出現啦。咁如果大家真係患上陰道炎，當然都係要盡快求醫啦。喺中醫嘅治療入邊咧，我哋處理陰道炎，第一有中藥內服嘅方法啦，仲有針灸，另外仲有外治法。外治法可以用中藥去分蒸，然後再坐浴，又或者直接用中藥製成嘅清潔液去清洗外陰部。跟從醫師嘅指示去用藥咧，都唔會話好難斷尾嘅，所以大家都唔使擔心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收藏我哋嘅 post 啦。